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1章15节到17节，以及第3章第20节到17节。路加福音1章15节到17节，以及第3章20节到17节。白话字圣经是对61页开始。因为伊伫主的面前要做大，葡萄酒甲一切酒拢无啉，对老母的胎就互圣神充满。伊要互以色列户的侪人活转来归主，就是伊的上帝。伊要用以利亚的心神甲才能，行做头伫主的面前，互做爸的活转心养一囝。互背逆的人趁义人的智慧，为着主备办合用的百姓。咱过来看第3章，为第20节开始。亚那甲该亚法做这石头的时，撒加利亚的囝约翰伫旷野里，上帝的话告知伊，伊就到约旦河的四方，传反悔的洗礼，互人得到赦罪。亲像先知以赛亚册里所记的话讲，有伫叫伫旷野的，伊的声讲，备办主的路，修直伊的小路。这个山谷拢要吞填，这个大小的山头拢要互伊加。弯巧的要互伊直，坎坷的要互伊平。凡有肉体的要看见上帝的拯救。侪人出来要受约翰的洗礼，伊就对因讲：独蛇女啊，水啊，只是恁闪避将来的受气啊，所以无伫结迄号合伫反悔的果子，无伫家己拍算。有阿伯拉罕做阮的爸，因为阮甲恁讲，上帝会对这石头出子孙予阿伯拉罕，但埔头已经下伫树头。既若树无结好果子的，就错伊迄落火。第10节，众人问伊讲：安尼阮做怎样做？伊应讲：有2领3个，就分互无的；有物通食的，也着安尼。抽象的也来要受洗礼，对伊讲：先生啊，阮着怎样做？伊对因讲：定着向以外，无伫家体，并顶也问伊讲。也阮着怎样做？伊对因讲：无伫绿色人，无伫歪人，就掠恁所得到的粮做教业。八时伫午梦的时，众人心内伫议论约翰检采是基督。约翰应众人讲：我用水甲恁行洗礼，独有一个比我搁较有权能的要来，就若偷伊的下大，我也袂堪得。伊要用圣神甲火甲恁洗，伊的手摕粪箕，要将伊迄场一针拔，就袂入伊的床。若是袂香，就用袂花的火烧伊。以上，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，题目是清气的良心。咱同心来祈祷，慈悲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。过去一礼拜中间，因带阮平安经过。但台湾已经进入到梅雨的季节，阮也得到主你的保守，也献上阮的感谢。因阮知，阮的生命中间也需要真侪雨水。虽然阮的行动无方便，但是雨水出日也拢是主你的心事，阮就献上阮的感谢。但阮感谢伫主你的神，阮有愿福气会当来敬拜你，求主你。互阮有一个谦卑、敬虔、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开阮的心门，有属灵的智慧，也当明白。特别伫阮进入伫阮1年1个月的这个灵命操练中间，阮要学习安怎无通责备的良心。求主你帮助阮每一个人，你开阮的心门，互阮伫这操练中间，阮真正得到帮助。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祈祷靠着所有名，阿免。各位平安。
啊，咱即个月咧做灵命操练，所有的操练就是一再伫遐讲起，佮讲起，到最后咱所遮拢非常熟悉，到最后就是你的心思意念中间的一部分，你免啥去考虑，伊自然就会走出来，敢若咱呼吸真简单共款。所以一再无须伫即几个月中间有相款的话，也会伫迄个所在来讲。咱基督教的即个信仰中间上重要就是一句听。这听是咱的信仰中间上个重要一个，包括10条诫嘛，是因为听上帝、听人，所以咱来守这个10条诫。主要所有教示嘛是拢因为出于听，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3章就让知影，不管你有讲天使言语，你会当移山倒海，你会使为着人来牺牲性命，你若是无听，遮嘛无啥有利益的。但是这个听表呢，对咱的性命中间会当挖出来。伫提摩太前书第1章的第5节时，保罗伫甲提摩太讲，即个诫命的宗旨是忍耐，即个忍耐是对清气的心、甲无通责备的良心以及无假的信来生出来。我邀请咱大家来读即句圣经节来。即个忍耐是对清气的心、甲无通责备的良心、甲无假的信生出。所以通知影讲，即忍耐，咱华语版就是讲啊，就是即个爱吼。咱台语拢翻译做忍耐。咱整个圣经咧讲，就是一个听，一个忍耐的。即忍耐要有3项物件，你才有办法伫咧生出一个即个顺转的听出来。所以咱伫旧年开始，咱就开始来学习，咱要怎有清气的心，咱要怎有即个无通责备的良心，是今年要学习的。然后明年咱要学习讲无假即个信。然后，咱就会当讲，咱会当较有即个能力，得到上帝帮助，会当行在明白，佮当行在即个顺转的听内底吼。就写即英文伫迄个所在，互咱会当更较知影即个原来的意思是啥物。清气的心思就是讲是 pure heart， 迄完全无受到污点的。conscious 是讲咱的良心，即良心是安怎？是真正会当辨别是非善恶的。这善非是非善恶，毋是咱逐人家己的，是原来上帝所创造迄个好的，伊叫做 good conscious。咱的始祖阿当夏娃因犯了罪去食这善恶果了后时阵，个人就开始用家己的标准来做咱家己的善恶。上帝原来是无要互咱去食这善恶，但是用伊的标准做善恶。迄个世界应该是一个美好的世界，真可惜，咱人。骄傲，想要家己照家己的意思，然后咱就照咱个判断，伫遐咧做即个做咱家己的判断。所以咱的其实，咱的即个善恶是非的即个标准已经无共款，每一样嘛拢无共款，才造成咱现在即个社会经营。咱毋茫每年有100个即种心思的即种操练的时，互咱咱当建立一个真健康的即个身心灵的，咱以后就。毋茫咱行出来迄个顺转的听伫咱的行为中间。咱2000年，咱已经学习过这，咱已经面对即几项代志。然后，咱伫今年所学习即个无通责备的良心中间，咱分做4礼拜。首先，咱来对付迄个软弱、迄个真迟钝、真麻痹的即个良心伫咧。然后咱该建立一个真敏感的良心伫咧，然后咱今仔日要学习讲，咱得拥有的即个清洁的良心伫咧吼。到后礼拜咱毋茫咱会当活出即个无通责备的良心伫咧。那今仔日咱要学习的即个是有对即个行说的约翰，咱要来学习讲安怎会当有即个清洁的良心伫咧。咱拄啊看圣经在，互咱看见知影讲，行说的约翰有伊的任务伫咧，伊活伫即个旷野所在。所以咱简单来看，为什么伊会当真侪咱学习有几啊项较详细来看？但是咱至少会当看见讲，伊伫旷野伫遐生活的时阵，伊包括讲，伊自细汉伫老母的腹肚内时，就受上帝拣选，圣神充满伫伊中间。然后伊大汉以后，是伫旷野的即个生活，即种圣洁的生活的时阵。伊给咱，可能佮继续讲到遮，通表现拢讲伊有即个清气的即个良心伫，所以伊是咱要来学习的即个模范伫咧吼，典范伫咧。
行说咧约翰伊伫旷野的生活，伊伫遐来传讲悔改的即种道理，叫人爱来悔改，爱来认罪，就是表示讲爱对付咱这清洁良心。你一定要有悔改，你才会当倒转到伫良心。有人咧问讲，咱若敢若靠祈祷，毋知罪会当得到赦免袂？即句话听起来敢若对，佮敢若毋对。因为祈祷非常的重要啊，但是单单我靠祈祷，你会当罪得到赦免袂？这中间当然有一淡薄啊，安尼模棱两可。其实伊是要提，甲咱互咱一个答案讲安那，干那祈祷是袂当的，你一定要认罪才会使。所以认罪是非常重要。咱对旧约上咱圣经讲到足侪，罪会当诚做咱甲上帝中间隔断的物件。所以咱一定要先认罪，等到伫上帝面前时，咱才有办法会当甲上帝搁一摆搁合起来。你嘛只有认罪，你才会当建立一个清洁良心。就敢若行说的约翰，咱伊伫迄个所在，叫人都要来到伫天国君来，爱来认罪悔改共款。所以咱看见讲，即个良心所要反映是即个是非善恶的物件，爱符合伫普世性的。但是因为真侪文化无共款的是，嘛有无共款的良心标准伫咧，到底要安怎？只有倒转到伫上帝的即个圣经的真理的时，即个符合伫圣经真理的即个良心，才是咱伫遮所讲迄个 pure heart。伫约翰福音17章的17节，耶稣为着伊的学生伫遐祈祷时讲，求爸将即个真理互咱成圣。你说我讲啊啦，你的道路、你的话语就是真理。无毋对，咱伫第一段的时讲到软正的即种良心的时，咱讲要安怎来对抗即个软正的良心？伫遐讲到讲，你若有真的知识，你若有真的真理伫咧时，你就知影啥物是对，啥物是毋对，你自然你就袂软正。即个真的对还是毋对是啥？就是上帝话语。就参照约翰福音17章17节所讲的，所以耶稣要互咱正诚心讲，用到上帝的道理、上帝的即个真理，互咱会当正诚。迄个真理就是上帝即个话语伫咧。所以毋望咱伫遮咧学习即个良心，毋是讲照你的良心、我的良心，毋是是下伫圣经真理的良心，这是咱需要伫即个所在来追求的。但咱今日是对即个行说的约翰来看到。但是约翰有足侪所在需要咱伫遐来学习的。咱讲有一个清洁良心，为甚物？因为伊的责任就是行伫耶稣的面前，要为着耶稣来陪伴合用的即个百姓。表示讲简单讲就是讲，顶礼拜咱在伫即个所在，咱伫遐来举行苦传道的即个项目。咱伫典礼中间，咱有一个人叫介绍，迄个牧师伫遐来介绍。假如即个人介绍，即个人。一个品行无啥好的时，伊讲话你敢袂当相信？你就袂当相信。即个人啊，愈有即种信用的时阵，伊讲话你愈会相信伫咧。要来介绍无做耶稣，即个人，伊绝对是一个安那上帝眼中看做好的。行说的约翰就是互人上帝下即个责任伫的心中。第妈妈的腹肚内时，就圣神充满。所以咱人看见讲，就真侪咱会当得到学习的。伊安怎有即个清洁良心？头一咱看伊讲，伊有清洁的即个使命伫咧。即个使命是啊，伫伊腹肚内时就受竞选啦。竞选要来诚做介绍行伫上耶稣面前头前的即个人，要为着耶稣陪伴合用的即个百姓的人。所以伊的使命是啥？伫路加福音第1章17节底下所讲。底下讲，伊要用以利亚的心神甲才能。行最头伫主的面前，互最白的活倒转心伫囝，互白日的人趁其人的智慧，为着主陪伴合用的百姓。你要来介绍耶稣，这样绝对是非常应该是一个真有清洁心，应该真有信仰，应该值得互人来信任的人。行说的约翰就是主安怎陪伴伊，伫妈妈的腹肚内时就竞选伊啊。伊的工作就是伫迄个所在，要引带以色列人倒转到伫上帝的面前。虽然看见伊即个使命是非常纯的即个使命伫咧，所以伊保有即个使命性，依旧即个清气的即个心，清气的即个良心伫咧，就那参像以利亚共款。
最近咱咧看《列王记》的时，是咱每日研经读研经释义内底咧看到《列王记》，底下看见以利亚安怎一个人，底下见即个巴列的450个先知，搁阿瑟拉的400个先知，一个人对付850个即个假神的先知的时，伊安怎偌有即个气力的？上帝安尼照着伊，就是因为伊嘛有一个清洁良心、清洁即个使命伫咧，然后伊所做的，就伫迄个所在见证上帝即个大权能的。这是头一项咱看见加西利约翰为什么有清洁良心？因为伊有清洁的即个使命伫咧。第二，咱看见讲伊的生活是非常的清洁、纯正伫咧，所以伊有即个清洁良心。罗家第1章15节时就讲，对巴多来。加西利约翰伫老母的巴肚内时，就圣神充满着伊。伊对虽然到大的时阵，伊也无啉即个薄酒啊、高酒，拢总无啉。自虽然就开始伫遐培养，到大汉的时安怎？伊到伫旷野伫迄所在的生活，过着一个简朴的即个生活伫咧。伊穿即骆驼毛的衫，伊伫遐下即个皮带，然后伊食迄个只有下伫即个礼仪的即种草莓，甲即个啉即个蜜。伊为着要离开世俗的这种污染伫咧，伊就到伫旷野的所在，过一个圣洁伊即个生活伫咧。要离开即个世界，离即个会污染的即个世界的即种生活的时阵，互加西利约翰伊就拥有保持有即个清洁良心的，这是第2项。咱看第3项的时阵，伊非常重视伫伊的即个积分伫咧。伊的积分要创啥？就是行最头伫主的面前啊，伫迄个所在要陪伴合用的即个百姓伫，要安怎陪伴？大家爱反悔，爱认罪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伊讲，恁着反悔，因为天国近啦。伊就为因伫迄个所在来行悔改的洗礼。伊知影伊要创什么？伊爱伫即个主的头前，伫迄个所在来行。伊爱行伫主的即个头前的所在，就像即个。伫以赛亚书所讲的，记载伫路加福音第3章第46节。加西利约翰忠实伫遐来做即个工课，咱看见的就是伊安尼忠心来执行伊的即个积分，所以伊会当保持伊有一个清洁的即个良心伫咧。这是第3项，第4项，咱要看见，伊毋是干那讲伊有即个清洁良心伫咧。伊的性命也因为上帝帮助，伫迄个所在改变行出来，毋但会当行出来，佫会当伫遐帮助别人。伫路加福音第3章的第8节，伊伫遐讲：恁着结迄号合伫反悔的规矩，毋通自视家己是即个上帝的选民。毋通就是拢家己的上帝选民，所以我会当安怎拢无，反正我是上帝选民啊，是上帝祝福的啊。无，因为你的所行你定安那，你要下伫你的身份才会使。伊有大有能力，因为家己本身就是安尼来行出来。所以恁着结迄个好，会当下伫恁的即个反悔的即个规矩伫咧。然后咱看见有3种人在问即个加西利约翰讲，因着安怎？阮叫阮反悔啊，阮着安怎做？阮反悔悔改了时，阮的行为到底爱安怎？伫即所在头一个正人来问伊，想讲安怎？伊伫迄所在讲，你若有2领3个人，你着爱分互无个人，然后米通食的也着安尼。即甲咱正人拢咧讲，毋是干那迄当时咧讲，现在嘛甲咱讲，你要有一个听的生活。伫以弗所书第2章的第10节。伫遐讲，咱拢是以最正的是伫耶稣基督内底，为着要行好事，这是自早就甲咱预备好的。原来上帝创造咱的时阵，有遮尔侪人，世界有60几亿个人，上帝咱随啊照顾的，当然会使啊，因为是神啊。但是伊搁较愿意，咱每一个人拢诚做伊的同工。咱若逐个人拢尽职来照顾咱四周围拢当咱顾着的人时，上帝就。你着甲上帝同工，互即个世界诚做就是美好的世界。这嘛甲咱正人讲，你若有2领3，你着分互即个无的人；你若有通食，着分互无通食的人。爱咱去将即个咱所领受对上帝所领受，会当来甲别人来分享。咱可能拢想讲，我拥有的拢是我的，但是上帝若无赏赐你的时，你敢有可能有？
上帝只不过将这赏赐予你的时，毋望你会当好好来运用伊，甲上帝同工来做咱应该做的。伊爱咱做什么？伊爱咱有行为的见证，爱咱有讲咱的性命得到改变啊！我愿意甲别人来分享啊！我愿意将我领受听甲别人来分享。伊甲正人讲的是：你若有2领3，你就分互人；你若有通食，你也就安尼分互无通食的。当来抽象来问伊的时，抽象的就是讲伊的即个职业就是安尼要做安尼时，但是伊做超过。所以伫即个所在，甲抽象讲啦，定到的向以外，你毋通加替，你就做你份内就好啊。你毋通因为你有即个观点，你就做你超过的部分。即互咱真侪，咱伫即个职场的时，咱应该提醒着咱的。搁倒来有一个兵丁来问伊时，兵丁伫遮甲因讲，就是迄个有关系的人。你请问应该看到是即个警察吧，还是比咱更较有关的人？伊讲你在人民人，你无伫安那，无伫劣势人，无伫勒索人，啊，无伫即个歪人，就是安尼歪曲别人吼。所以你嘛着爱掠你所得的牛来做教育，就是你家己爱知足伫你所有的。行说的约翰。伊要甲讲，你的性命，你若悔改以后，你性命会得到改变。安怎改变？对正人来讲，你在甲别人分享，你领受，你就甲别人分享。你若是有一个，你若是伫你的职场中间时，你嘛要做你家己该做的，你毋通做超过。你是有一个官兵的人，你嘛毋通用安尼来咧压制着别人。这是代表讲，因的性命已经得到改变啦。所以，行使的约翰有大有能力来帮助人来悔改、来转化、来建立天国的生活。安尼事奉就可以保有的这个清洁良心的。最后一项，咱看伊讲，行使的约翰有甚物会当有清洁良心？因为伊会当接受伊的这份的。他都系圣经在路加福音第3章的15节底下讲到。百姓在誤望的时，正人心内議論約翰檢菜是基督。所有以色列人伫迄個所在攏咧聽候，經過幾啊百年攏無消息，也無先知，也無祭司啊。咱為這個馬拉基書開始，一直到馬太福音中間幾啊百年攏無上帝話語佇咧。但是舊約中間，互因一個誤望講啦，有一個彌賽亞要來，所以因真伫迄個所在咧期待彌賽亞要來。但好不容易看到一個約行水的約翰，會當佇遐來講出，恁着愛悔改，然後佫甲因行水咧，因攏領受着迄個上帝恩典佇身上。這個是毋是迄個基督啊？我毋知恁若是行水的約翰，你會安怎？你有失去你的身份袂？你開始佇個所在，敢若無徛佇，已經浮起來啊！逐人咧甲你講你好，你安怎偉大，你安怎是？你開始就佇個說，就開始啥物失去你的身份袂？行使的約翰伊無，伊伫迄個所在伊伫遐講，獨有一個比我佫較有權能的要來，我若偷伊的話大，我也袂堪得。伊要用聖神甲火甲恁說，伊講我連偷伊的話大，我嘛袂堪得呢。我無遐爾偉大，我只不過是一個奴僕，行佇伊的面前，要為着主來陪伴，要為着基督來陪伴合用的百姓若定。那呢？伊看見耶穌的時，伊馬上知，伊就介紹耶穌，人知講啦，伊是上帝羊羔，要擔當世間的罪惡。佮講伊是上帝的囝。咱看見的是這個行使的約翰，伊接受佇伊的職份內底，伊知伊的角色是啥物？伊毋是迄個基督，雖然伊大有權柄，但伊毋是迄個基督。所以伊在接受伫伊的即个身份伫，伊无伫迄个所在，因为正人来抱伊来讲伊的时阵，伊就伫迄个所在来失去伊这个角色伫。咱看见即5项，就是行使的约翰，逐个咱来学习的。咱换倒转来，咱由我来到咱家己的生活来来看，即5个到底是代表什么？咱也无可能亲像行使的约翰，佮去旷野的所在，佮来穿骆驼衫，佮来食即个草莓啥，无上帝嘛无要爱咱咧做。迄
伊照着行说约翰是，互咱在即摆来思考即几个问题。头一个就是讲，咱来明白上帝清洁的使命。行说约翰非常清楚，伊的使命要创啥物？伊的使命就是要有用即个以利亚的心神甲才能，要伫最头前伫主的面前，要来即个为主备办合用的即个百姓。咱倒转来看咱，你知影咱家己的使命是啥物无？上帝创造咱以后，你敢知你的使命是啥物无？你会当明白无？有人讲我无真明白到底是啥，其实非常简单，每一个人拢知影。咱的使命是啥物？咱的使命就是你有应神益人无？个人有个人伫无共款的时间，有无共款的角色伫咧。你若学生时，你就学生。读册你就是学生，转到厝里你就是人的囝儿。你甲你的兄弟做伙，你就是兄弟；你的弟弟、哥哥、姐姐、妹妹，你无共款时间，你有无共款的即种角色中，你行出来有下伫上帝心意无？你会当应跟上帝，有当利益的人无？你若已经长大，你开始咧上班，你伫上班的时阵，你就是人的员工伫咧。你转到厝里，你嘛是爸母的囝儿伫咧。你若结婚了时，你嘛是人的翁婿，还是你的太太共款。然后你若有个囝儿的时，你是人的爸母伫咧。每一个时间，每一工中间，咱拢扮演无共款的角色伫咧。每一个角色，你知影伊的责任是啥物无？你会当行出来讲，应神益人啊袂？昨拜六礼拜四的时阵。礼拜中间，我就看到一对即个青年伫咧，我毋捌伊，我毋捌看过，所以刷伊拄仔伫后壁的所在，伫遐咧啉水，我就赶我去，我问讲，你毋知是头一摆来袂？讲无，我来几啊摆，我歹势，因为是拜六，所以我较毋知。你伫倒位咧工作？伊讲伊咧当兵，伊伫大南啊咧当兵。迄个女的是住伫台北，但是伊就礼拜日，伊就来甲找伊的男朋友做伙来做礼拜。我问你还未做兵役伫倒？因为嘛是住大南嘛，伫迄个所在，所以自早就是即个堂。讲什么人介绍你来？伊就讲一个名出来，讲咱的青年一个名。这人我嘛足熟的啊，我就马上问伊一句话：你有感觉伊有改变无？伊讲伊改变足多咧，就是因为伊改变足多，所以我来。咱的生命中间有安尼，有互咱所熟悉人感觉咱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你的即个使命就是要应神益人。咱伫咱的生命中间，毋知会当安尼互人感觉讲，因为伊生命改变遮多，所以我相信伊相信迄个神绝对是真神，那无可能。所以我嘛要来熟悉即个真神的。我本身也对迄个伊所讲，我甲讲迄个青年。我嘛感觉伊会改变足多，但是我为别人要搁一摆来听伊讲，伊无伫教会时到底是安怎？伫教会表现拢真好，无毋对。伊互我搁一摆来深知讲，伊毋若伫教会安尼，伫外面嘛是安尼。伊的生命得到改变。你毋知清楚知影你的使命无？假说约翰知影，咱毋知知也毋知。你爱知，你才有可能有这清洁的良心伫咧。第二，你毋有过着即个纯正的即种生活伫，你这个生活会当应神啊袂？即照拄则讲的，人若讲你家己讲我是基督徒的时阵，你知影别人的反应是啥物无？敢有影啊？咱就表示讲咱做了无好，来讲无怪哦，无怪你感觉有啥物无共款？到底人的反应是啥物？你的生活中间，毋知会当应神啊袂？毋知会当互人反应，看起来讲，伫你中间有迄个基督徒的馨香之气无？敢若有一个旁边安尼走着，就是无共款的。行说的约翰，伊为着要闪避这污染，伊到伫旷野的所在，伊也过着即种圣洁的生活，互咱看见讲，伊的生命也得到，伊的生活会来见证着。第三，咱看见讲，伊非常尽职执行伊家己的职分，就是伊非常的尽职责任的。伊要行伫主的面前，伊要为着主备办合用的即个百姓，所以爱请大家先反过悔改了后，然后你再当到伫主的面前领受主的恩典啊。所以，伊就尽职伫遐做遐代志。咱毋知有尽职伫咱
每一个人无共款时间的即个角色的责任啊无。你做学生有认真，就学生的认；你做囝儿有认真，做囝儿无。你伫教会上班的时候认真，伫遐来去做啊无。伫即个伫上班公司上班时候，你毋知有认真来做这无？还是互人讲啊，基督徒嘛差不多。但是我听的更较侪是啥物？这个人真奇怪咧，逐个人拢敢靠家己爱做就好，但这个人真爱帮衬别人呢。尾啊，我才知影讲，原来伊是基督徒，无怪哦。你毋知互人即种感觉着，你毋若家己尽你的责任，你阁愿意去帮衬别人啊无？你有真中伫你的积分啊无？第四讲，你毋知生命完全得到伫迄改变，你的生命得到改变了后，是绝对毋是你咧顾你家己。拄则已经讲的，《以弗所书》第2章第10节，上帝创造咱的神，为着要啥？要行好事。这个世间有理甲无理的神，拢总无差别的神。我相信咱就亏欠上帝创造咱。上帝创造咱的神以外，咱会当去帮衬别人。你可能你的范围足小，你敢会当帮衬你的囝儿，你敢会当帮衬你的兄弟姊妹，你敢会当帮衬几个人？有的人是责任足大的，我要帮衬规个县市的人，甚至帮衬国家的人，你有办法安尼啊无？你的生命若得到改变的时，你应该会悔改，会去行出来主你爱行的这个部分。最后一项，你毋知继续的应该有的这个积分无？有参像假设你要遐尼谦卑，因为人讲你是基督无？伊谦卑讲，我连讨伊的话大都袂当的，毋知有安尼无？这份今仔日5月20，咱拢知影什么日子？昨5月19，咱嘛知影发生伫咱的街头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伫遮咧思考一个问题：，假使咱的总统是咱的百姓所选出来的，选了后，伊是爱做咱所有的百姓的总统，为什么伊行出来的代志，咱百姓完全无赞成伊有缘咧行？这是毋是互咱思考的这个问题同款？行出来了，行起有官兵，人讲你敢是迄个基督嘛？伊讲毋是，我连讨厌话大我都袂当的。百姓选你做这个有权的人，好，当然即嘛是我的权啊，我就照我那做拢无要紧啊。你已经袂记得是这个人安怎期待伫你的心上的？这个人拢感觉你安做了无好时，你敢免伫迄个所在来思考噶？其实咱人真容易陷落这个部分，咱有够谦卑啊无？咱有够顺服啊无？毋是干那咧讲伊那定，咱拢有可能。牧师嘛，真正定定伫迄个所在来思考，是毋是已经开始袂记咧啊？袂记咧我应该有诶无？啊是咱伫每一个人诶即个工作中间，嘛是开始会去当着些人来交代咱什么工作，咱什么超过咱诶部分去啊？还是互人学落去，你就开始袂记咧，忘了你是谁啊？咱看起是这无好的，要行出咱的警告，行出咧凡是好的，爱互咱伫迄所来学习。当咱学习到遮的时阵，咱会当知影讲上帝创造咱的目的，咱的任务到底是什么？咱的日常生活中，咱生命中爱行出应神一人了，要安怎会当行出常常谦卑顺服？那呢是，我相信咱着离这个清洁心思、清洁这个良心愈来愈近啊！就亲像早时，这个行说的约翰伊所行出来同款。对于咱来得到这个学习的，毋望咱伫第3讲咧讲到，咱要安怎拥有这个清洁心思。对行说的约翰，咱会当来学习到。要进到这以前时，咱结论来看，咱当然爱先认罪。就讲亲像行说约翰伫迄所呼吁共款，天国近啦，咱就要来悔改。悔改了后是再当成做主合用的这个百姓。你再慢慢去领受的这个清洁的心的良心伫咧，然后咱对所在来向上帝来咱来祈祷。亲像诗篇51篇第10节讲：上帝啊，求你甲我创造清洁的心，互我的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当咱认罪悔改的时阵，
等咱诚做主合用的百姓的时阵，咱就向主来恳求，求主你甲我创造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有换心正直的心。然后咱就要来宣告讲，上帝已经预备咱，上帝已经接纳咱。但咱灵命操练无通责备良心，已经进到第3讲，后礼拜就是咱已经要结束啊。我毋知恁的操练到底是如何。你有伫遐你有伫遐对抗你这软正的良心无？你有伫遐建立一个这个敏感的良心无？然后你今仔日要拥有的这个清洁的良心的时，有遮尔多功课，咱毋知有安怎学习无？咱伫咱周报中间，佫有每工的灵修的去圣在，咱毋知有伫迄所来读，佫有问题互咱思考，咱有伫上帝面前伫遐来认真伫这灵命的操练啊无？上帝恩典白白要互咱，但是咱嘛爱付出咱的代价，望咱付出的代价，求主亲自来纪念。这礼拜小组中间有咱在思考问题，而且讲咱来讨论讲，若是这个假设约翰生活伫现代的时阵，伊的生活到底是要安怎？伊无可能到伫旷野所在，搁伫迄所在来穿骆驼衫，啊来食草莓等等食。伊的衫、伊的食物、伊的徛起到底是如何？伊若看见咱现代这种新闻的时，伊到底要安怎？伊若伫即场的时，伊安怎？互咱有一个思考点。伫咱现在的这个咱现在环境中间，你若要行出来，亲像行失的约翰有清气良心的，你爱安怎面对？咱看第2题，甲咱讲，你要安怎如何拥有这个清洁的良心的心？这5项中间，你毋知会当安怎努力？最后一项讲，你毋知欠过什么无？伫小组分享中间的时，毋望咱会当提出来，和大家分享，然后大家为着你来祈祷。毋望咱这个操练真正成做咱的帮助，互咱的灵命会当得到健康，互咱所行所做当下伫主你的心里，得到主你的欢喜。咱当心来祈祷。主必听当阿爸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互阮伫教会中间有灵命操练的这种功课，互阮伫即个月中间要来学习，阮安怎会当活出迄个无通责备的良心。那阮知，阮非常的软正，阮需要认罪，阮需要对抗阮迄个软正的这种良心伫。阮需要来建立一个敏感的良心伫，然后阮来学习行说的约翰，咱安怎拥有迄个清洁的良心伫咧。阮才会当渐渐愈行出来，这个会当活出来无通责备的良心伫。求主你帮助阮伫这个灵命操练中间，阮的付出，求主你亲自纪念，你找紧信心来帮助阮。互阮逐人会些心思意念会哪来哪健康，哪下伫主你的心里。现上阮的感谢甲恳求，这时阮要同心主所教示的主祷文3节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带阮入地去，无你救阮脱离迄个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